今日同大家咧主要係分享一下澳洲、韓國同埋日本嘅防曬嘅。咁我哋首先試下澳洲嗰個防曬先。咁佢個質地咧就偏厚少少，同埋啲質感咧就比較雅色啲。推開嘅時候有少少黏啦，但係防水效果好好噶喎，適合戶外運動用嘅。但係咧佢個黏度可以睇下都係會有少少黐粒粒噶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係韓國嘅品牌，咁佢超輕感。係好水薄嘅，一推就即刻吸收晒，完全唔粒，清爽自然，仲有自然提亮膚色，就算素顏出街完全冇壓力。你嗱睇下，完全係唔粒噶，係好舒服嘅感覺。之後跟住我哋就去最後一個品牌係日本嘅，